大乡村啊，离这个巴黎奥运剩最后的17天，台湾羽毛球金牌男子双打，这个李勇甲王泽林是各界寄望摕金牌的重点之一。也毋过，因两个人伫顶一届东京奥运摕到金牌了后，都陷入到一年外的价条期。两个人克服的方法，竟然是靠冤家搭喙鼓，重新找回共识。拍一个球，喙甲手差不多平无用，无得卡，这就是台湾羽毛球黄金男双李勇甲王泽林两人专属的配合方式。东京奥运摕到金牌了后，两个人东外拢无搁摕金牌，不过呢，靠着正视问题、激情沟通，总算互因伫巴黎奥运前重新找回节奏。还能吵架，就还有救。有胜者还可以打架呢，只要往目标是好的。他常常在下面跟我讲说，我训练态度很严肃，然后一上了场说啊，你就轻松，然后结果上了场之后我很轻松，然后我没什么事的时候，他一脸严肃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啊，你不是跟我讲要轻松，哎，我就做不到啊，怎么办？然后有时候他自己闷的时候，我跟他讲哦，我要跟你讲话，要不要跟你讲？你不要跟我讲话。然后 OK 都好。然后有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可以跟我讲讲。哇，这个怎么那么难？然后我跟他讲说，好，你不要敲自己头，那时候干嘛？他就有时候下次自己敲自己。高通无白费，李龙培去年伫日本的公开赛总算摕到东京奥运后头一座冠军。这摆巴黎奥运嘛是利用退休前黄金男双最后一摆合作。本来应该是温暖的场面，谁知讲又搁搭嘴鼓。当然也舍不得我们大宝贝，对不对？大宝贝，怎么突然 Q 我？对，当然也舍不得了，当然也舍不得。打了这么久，你可以不要没有一点情绪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每次都给他拖油瓶，现在就是他终于摆脱我了。就配了这么久，当然还是会觉得舍不得吧。时候到了，该给年轻人一些机会。我觉得也29岁也打得蛮好，也比原本18岁可能那时候打不上来要退役的时候，我觉得也多打了11年。我觉得对我来讲已经算蛮不错了。不是科班出身的李勇，希望将家己的经验、甲故事、甲同款经验的小球员分享。不过在这进前，伊要搁甲上好的球友王泽林再战一摆，除了挑战男双的连霸，更加要伫最后一届奥运无遗憾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